几个？Skip 啥物事呐？有日啦，吼，容爱，容爱。应该有那个。有哦。有那个。哦。Talaga kimbalak niyo makiko riyak kaya啦。三医生活真是太美了。然后旁白就在那边讲，然后那个。甲泵是那个。甲泵先讲吗？对。哎，可是像这个嘞，谁说那个刷温带啦？这个这一句。啊。删掉。好，删掉是吧？我被我把删掉，为什么？来，哪里删？我要加进去。对啊，这谁讲？我们台上那个刷掉了。这个还要讲吗？这一句该怎么办？要。所以这是很多人在讲，对不对？你们手上有那个吗？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吗？那个，所以等一下要加。一招一个一招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这个好。我也把上大炒。甲泵。我会讲吗？好。哎。Pagkatapos si Mumuro kinyaba tunok kani。推这个石头给你们看，然后那个地质。没有。好。地质没有，现在我们要排。地质要不要排？要。要嘛，啊地质啊就讲了，古人啦，把本嘛个木瑞，然后kinyaba tunok kani。然后地质就很努力的推，结果也推不下去，然后接着是欧雄。是了，好。Hussein balai matulogka, tumuri bunuh kasa。喂，我很努力推啊，喂，你的声音哈，来。你是很熊对不对？快呀，快讲。Hussein balai matulogka。Murid，读读哈萨，懂不懂？呀，臭屁的那个感觉，懂不懂？你是无坚不摧的人呢，快点来，古人马来，Murid，所以你可以算在那，古人马来，我啦就是我啦，古人马来，龙干是古人来。Hussein balai matulogka, tumuri bunuh kasa。阿萨，喂，声音呐，会。kasa。好，谢谢。然后。把它推后面。结果呢？可以是。结果呢？你是不是要用力推，对不对？你要加声音好不好？这样子懂吗？好，再加，来，我来给你推，简老师给你，来，古句马来，快点。Hussein balai matulogka, tumuri bunuh kasa。哇，快点啊！门口那边门口。熊，你有那个体魄，好吗？那你就一定演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把他就很害羞啊，心里就想说。Telamay matutikay, marao muruy, muruy tunok kasa，然后那个他大概就用头去顶啊，密是谁？我。你。Ani maku, luruku, tunuk kasa。山羊的那个表情应该是怎样？推不动。所以呢，那推不动的表情是在后面，可是你前面应该也是很想表现，不是吗？好，那你再把那声音的那个感情带进去。Ani maku, seluruhku tunuk kasa。好，所以
我们那个 meet 哈，山羊也很想表现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你就努力去顶哦，顶哦，顶，对不对？好，志勤上来。好，你是那颗石头，王林杰来，反正你也很熟悉他了，去顶，快点，去一下，去，快点讲啊，先讲，你是用叫我推，对，你先讲，快点，先讲假哦。装那个是石头。 Ani maku suruhku tunduk basah。来，去。哎，你不要很动。对，所以那个声音的，那个声音要一起出来，好吗？不是说那个点啊，那个 Q 到你的时候你才出声，然后其他旁边的情绪都不见，这样好。好，那你无能为力会怎样？摇摇头，摇摇头，所以就慢慢往那边走。好，梅花鹿。谢家三兄弟啊还没来，谢家三兄弟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梅花鹿兄弟姐妹他们就讲说，给他们刷那个把来，然后五丁啊，哒，seluruh tunu babau sinak ani。好，然后结果呢，就很多所有的动物，山猪、老鹰什么华丽什么，还有那个有没有？通通都来，什么肥肉啊、华丽啊、有奈啊，那个蛤蜊什么通通都来了。好，结果一样都是没有办法。那接着就是洗亮，洗亮谁？洗料也没有哦。可是那个老师这一句是这一句也是神鸟的词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。好，可是神鸟群，然后这边神鸟群不是就是树的？对。那这句是他讲的，那这句不就是？他在讲这个神鸟群的，对，就好。啊，神鸟又另外一个。最新的消息是每个人至少2到3个角色。有啊，对啊。对呀，然后洗亮就讲啊，塞达姆鲁，然后那是什么？不好。有笔吗？我那边有笔，说了不那好个的，拿给带你这边，那另外一支个这边。哎呀弄，然后山猪，那个山猪在哪里？山猪。没有。山猪。对，也没有。还没有。我们这边的没有。好，你打算现在给老师啊，给老师。老师给老师，没关系。那个我们新加的同学有谁？那个好，你几年级？5年级啊，好，还有谁？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几年级的？啊，国3了。你说，你呢？啊？不是啊，那你是来干嘛？来当保镖的。哎呦，志奇，你这么强啊！通常保镖都是女生旁边那一个，结果你是男生帅哥旁边，他可以上台吗？他不行，他没有事。哦，没时间啊，来，今天来陪你。那么强。好，哇，那种自然不够的。那老师，我们就你先那边的呢？啊，你那边的是谁？现在全部阵亡。连一个都没有。对，因为他们下礼拜都不能上。哇，他们不够人呢。对啊。看天窗。所以我才会说至少大概就3个。那个谁，红外也没有带人来啊，麻辣也没带人来。开了，老师应该不会热了。不用开了。对啊。还好啦。这个我很热。你别紧张。哇，那个，我的本子。老师的帅哥也不演哦。我都。啊？你帅哥也不演哦。对啊。那一天园游会啊，他们笑气。是哦，那我都不能去帮忙，然后他气得要死，然后就，所以我说我出钱，他出东西。你也要演？不是。你要不要演？就上台演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只是说大人好像只能几个而已。4个啊，所以。我演最后的夏娃呀。还有有办的话。那我真的。有办
大概要演3个了。对。你的没写名字的老师拿错，老师拿去了。等一下哦。这我这有名字的那个。被谁剧本呢？被谁拿去戏了？剧 N 是个大的。啊，对。那个。我们先那个听王老师怎么交代角色。因为该来的。拿入，对，你就是谢金恩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甘蔗是不是？甘蔗，对。对，我拿。哪还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对。哪还这个？那是他，他主名字叫什么？油干啊，哦，油干，那你当那个哪还一个？第二个。中文，那中文。名字就一个字，要写什么？你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对，地瓜。西哦，维西。西是什么西？一个日才有希望的希。哇，那么有希望。那个希。每天都有希望的。哦。从太阳升出来就有希望。这样啊。好。它是地瓜哈，啊，橘子也没有，最后面一个橘子对。橘子没有。1、2、3、4。橘子那就不要了。不要。因为它台子跟前面的差不多，后面的差不多。这样。1、2、3、4、6。这样6个人。好，这个。橘子不要了哈，确定哈？花掉了。对。好。这个我。现在录了，你有点严重好吗？对啊，太丑。黑熊是。好。拿入是叫什么名字？秩序的秩，勤劳的勤。勤哈勤好。勤劳的勤。勤。对。好。那个虾子也没有，老师。虾子。对。给你演好不好？虾子。虾子。好，一句而已。是那个演技腔一样。难怪他要迟疑，他想。我弄啊，我弄，不是不弄哈，是不弄才是真的香料。名字是什么？啊？徐若瑛哦。哎呦。因为的因吗？他美丽老师的子女。因为的因吗？因为的因。一个玉在一个玉。哦，一个玉在一个因啊。虾子。玉字旁。这个。好。我不要还你有苏娜啦，会不会？我不要还你有苏娜啦。因为的因。我不要你苏娜啦。我的因呐。对，也变。我不要你苏娜啦。苏娜啦。usaha sami kangi. Sami kangi. Silong 啊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个哪黑？那个有希望的人。对，你要跟他办。来，umat dojak. Umat umat dojak. 好，下次来。laki tamut ke. laki tamut ke. 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哦。但是你要撞那个比你高大的人。哦。那个高大的人没有用，给你撞一下，干嘛嘞？动的。哦。好。来那个。我没。我可能喝这个。再来就是甲坤是 John 嘛，对不对？甲坤对不对？对。回山上做事。甲坤是乌鸦。还有一个人呢。妹妹呢？在那里。哦。等我还有一个4点半来 Terry。你是第几个下来？第几个？你是？他是那个，他是玉米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飞鼠，玉米跟飞鼠。还有一个，还有后面的葛呆那个，他们3个的。好。对。对，那个傻运好像只有1句，是不是？傻运。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傻运在一个，我害人家。来一个傻运。傻运。哎呦，跟我一样也是傻运。是啊。他在演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地质好吗？
好坏，那个坏人，猴子对啊，讲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猴子讲完，大家就那个空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地震，有没有？啊，那时候就大石头就要出来。就是那个啦，句号。石头一出来呢，我们就大家研究的，哎，这个是怎么办？那个，啊，大家要研究怎么办，懂吗？研究怎么办之后呢，问题出来了，啊，刷温单啦，来，里面刷温单啦，可以加词。老师他演什么？哪一个？励志吗？不是，什么？这个一开始要讲的怎么办呢？在哪里？刷温单啦。在哪里？赶快来！你们三个，赶快！还有一个嘞。都是老师的。你要比别人，你要送他。你都没有闻到。你要被他送。我都没有闻到。你要被他做。那个，金老师这里哈，等一下我会准备这种影片，然后呢，今天角色确认了之后，我会把它裁成小张，这个卡片就是你的台词 ，OK？ 弟弟可以吗？你要被他做。进来坐，进来坐。你要被他，你要被他。所以那个，他说不会动这样。我等一下，把它弄成小的，所以让他们带回去。你备好了啦？去帮忙，他备好了。啊，去帮忙。你备好了是吧？好，去帮忙打开。好。还是礼拜六他不是在租用期间他就不开。我有，应该都是有。老师刚刚有用了。好。对。刷单啦。好。推来这边，就有一个推来这边，你这样怎么做？这边呢？要不然往前一点，对，还没有。哇，那现在。要上课。好了。对，现在假日就没有给你。以前都不会的，以前都。找那个。哦，独立没有人嘛，还有那个黑熊。哦。黑熊。黑熊是他哦。然后我要去厕所。好。独立没有人。我要去厕所。七的。你要老师做那个你的台词卡的谁？就是没有这一本的，我就写下来，你就只要背你的。哦，讲部需要吗？你也要？哦，需要我看你有。老师，我们不用。对呀。哎呦，妈妈要给你爱的鼓励。我们只有一句。我是说我啦，他们都有3句，所以他至少也要再演。不行，那我不要演，那你演犀利客鸟。啊，他演那个洗料啊，洗料都比较小的。小孩子才是重点。洗料他演还比较行啊。是，我就说他讲的是神鸟的话啊，我就说他啊。就是神鸟。不是，至少有3个。今天那个排下来。林木你几句了？ 1、2、3、4。他已经3句了，老师。你的亚当等会就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他那个啦。那个妹妹才1句，那个妹妹再1句啊。那个英啊，林姐，你已经很。英才1句耶。很有。对，那个英再1句，英啊。我们这边都3句了呀，我们王老师这边的。快帮忙，我觉得这才好。等一下就是看他们演什么，我就给他写，上面写上名字。够吗？有。那个，你是演什么？有爱对不对？有爱对不对？现在只剩犀利客没人演，就都有了啦，老师。对的，都有了。这样。独立没人演。独立也没有吗？对，来。这个就跟你讲。哦，对哈。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演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是啊。谢俊伟。
俊文文啊文那个俊啊文啊，文章的文。马俊的，这是俊文。俊文，那你呢？俊浩，你的号是白告号还是水告号？水告水。白告号。啊，真的。白告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搞错。啊，水里面的。你是白告号的。俊浩，那你演什么？他要演朵瑞吗？这一张就不能丢掉哦。就要写了。好吗？不然我咬你屁股哦。老师啊？你演什么？知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很爱啊。我们这边你演猴子啊？很多。他演猴子。啊。你猴子是你那欺负俊文呢？欺负。你是讲哪一句？打的。哦，喉咙那个对不对？好啦，你是有爱。你就。他是瞎子嘛？最后就不死了。有爱害什么？你讲那个。老师刚刚说的有爱害。有他独立。独立吗？你独立这里。没有，老师现在在那个金老师，老师还没决定哦，是谁？五星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写五星的。哎，五星的。他哈，阿姑。哦，他是。牡蛎。那个音啊，音的是朵瑞啊。牡蛎。好了。牡蛎，金牙巴。啊。赶紧。好。好。没有那个一样重，好不好？那你是演什么的？啊，一样重。哦。动物的。动物啊，动物山羊。山羊以后开始。芋头啊，谁会？也只有一句，山羊一句。我有3句。还有3句，还有后面。后面再加。后面有啊，后面有啊。现在还有一个犀利课没有而已，就都有了。你是演什么位？好了。他演三枪跟。好了，有没有在推啊？哎，可是他第一场没有哎，他第一场没有。他只有演你的三枪。那个的啦，给小米啊，还没有人呢。有。在上面有。裴顿呢？裴顿刚刚演，来了。裴顿来了。你是拔蜡对不对？对，他只有拔蜡有没有3枪推？，他只有3枪。啊3枪有推吗？拔蜡有推你录谁？你录谁来了吗？啊？有3枪有推有。生性害羞那个。有大。那他演一个而已耶。独立是他。对啊，我想。那你演犀利课？不要！要，我不想。是。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原来的有大不来的在。芋头山羊，还有那个没有人，所以好像删掉。还有个后面有个俊大没有。妈妈橘子删掉，对不对？橘子删掉对。橘子确定删掉了吗，老师？啊好。到删掉了。老师，那他演犀利课啊，谢俊文不要，我啊。没那么容易，不会。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害人精。你眼睛是蓝的。哎，你是演什么？他演一个鱼，还有什么？也没有。山羊给你。什么？跟虎哦。石虎没有台词没有的老虎。石虎的了。那后面都不用了吗？来，那个 meat 给你。不要。羊给你。再当那个犀利客。好。不要。 meat 山羊给你。不要。好了，很不行简单。好。快点。好，我写。那个。那个，你现在不是山羊了哈。李木是犀利客。你现在犀利客。没有啊，山羊跟好，现在那个山羊换人，好吧？犀利客喂。犀利是谁？啊，你山羊哦。不要，三枪。山羊，你不是说他吗，老师？他。山羊。山羊对。他是犀利客。三枪。3枪，那你还是只有1句而已。还有一。那我的山羊给那么好哦。你就1句哦，那么好。不要，那我也要1句就好。他就1句啊，他从头到尾就1句。昨天我们查到一个猴子的照片在拍。那你演橘子好了。对。没有一个橘。你。梅花鹿是你这位。喂。对。我不要念。哎，那就我来上去演一下，然后你干嘛？啊？你到。
没有，因为台子都一样啊。因为现在是少那个，犀利哥要至少2、3只。然后我就跟在他旁边，他当我当那个很胖的那一只。是一样。好。我是负责出去搞笑的那一只。然后那个讲话的食量就给那个啊。知道。来洗掉这个。慢慢。因为哈，哎，没有，你看。啊，这么奇怪，什么僵尸躺在那边？哎，我旁白出来总是要有东西在动的吧？没关系。哦。讲完再说。好的，转的那么好，你想要转就撞到它哈。好，来转。哦，来看到了。啊，去撞。哎，makan balai, una lo dah surat. 最后面转。最后面。哎，来。好，来。这样，我们手来，你弄，你弄。好嘞。Nahi, makan balai, lo dah surat. 谁漂亮的？我都讲，我都讲。啊，好，孩子，孩子，你别讲，好，孩子，孩子。哎，不是要给他点头的，好像是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孩子，孩子这样子。啊，屁股对着人。给他们对的，就跟那个。哎，对。啊，那人家跟你讲不要先点。这样子嘛。来给他们，来给他们对的。人呐，是吗？就抱着他。对不对？你要看他，让好，原谅你的意思。来。哇，什么人啦？你的头，然后你们还是一个你的脸哦，不要被挡住，对，你要给观众看。拿给他们大一点的。那你大声这一句啊。好，大声一点的。拿给他们大一点。就是叽叽咕噜。对，很好，那你这个边走啊，这个，那这个还要再讲话一下，OK。哇，什么人啦？那对呀，对，这就是照表，然后对的。那就两个字嘛，就走到中间，好，哎，他们好了，哎，不要坐着，喂。啊，你看了，等他给出来，等他给。那个培顿是谁？好，培顿先出来。等他给啥？来，没有，因为他出来他才看得到他的那个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好吃，对吧？哦，好来。所以你就要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样子啦，就是。对了。哇，来，他们走了对，喂，出去了，那两个还是在旁边。在旁边。啊，在旁边。那你们自己聊天。老师，我的聊天啊，不要对观众，坐下。他们走，来，好，来说，你是。培顿在后面呢。哦，培顿就。看我们的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来，那你就看到哎，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起来，好，好，那你就数量反正很自恋，好不好？扭屁股啊，这样，哎，你不敢扭的这样，那你很自恋的这样，慢慢，一步、两步这样，好吗？滑2步出去，好不好？起来，先起来的动作，他们走了，对，来，他们哎，那就慢慢起来。那后面我们都坐着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坐在地上。你们要这样子可以，蹲着也可以。啊，不躺着，这个慢慢起来，你就起来就走，你怎么在掰咖了？慢慢走嘛，
哎呀，你不要这样了，跟你开玩笑。哦，那好好走。好，好，走2-3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好来。看到前面，不要看老师。来，好。柔软一点。哎。你手自然一点没关系。哦。好，走过来。不要害羞。很好，让他走。不要害羞。好，好来，当他走的时候你就起来，对，就看他，好来，起来，好走。你不能走太快了，因为让他看你走路的样子，他就说哎哇，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好吃玉米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慢慢，好，就过来。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这个大地，那么漂亮的意思，懂了？好，看一下大地啊，那么多漂亮，好的意思，好来。来，右看看，对，左看看，对。哎，你来的时候，哦，你起来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要做一下动作嘛，哈，要让他看到你，哦，你看他，你起来，慢慢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又跑过来，好，哎，蹲，就你是玉米小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小米要什么动作？小米地上爬。有了。那个好，你就看他，你就跑过来，哦，得蹲，哎，就跟着，好不好？好，最主要是你要走了让他看到，对，好来，慢慢走。啊，你看一下世界，啊，就很惊奇的样子。要手沾上。世界那么没有漂亮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啊，来慢慢走，好了，不要这样了，哎。全世界，我要在前。还一圈。你不要那么那个害羞，啊，就走过来。你在前面看我，在前面看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好了。来，右一步，哎，不是，慢慢你右边跨出去，你就看右边，懂吗？你这样才不会紧张啦，对，去右边。老师在同手同脚。右边，没关系啊，这样滑，对呀，给他一点节奏感，不然他很不自在的啦。不要玩。对，去右边。西雷蒙，对，你看，他有慢慢滑出去。好了，来自己来。但自恋的小米已经出去了，来，你走。啊。这样就好了啊。对啊，赞叹这样子。哦，那转一圈好了，啊，转一圈，哇，啊，那么漂亮的意思，懂不懂？好，来，老师，我回去再训练。来，好，反正你就是在这里的定点 ，OK， 定点。走看，那他要看，来，好，对啊，看这个，哎，转过来，哎，你转圈也要转好一点，蓝猫小姐呢？好，对。世界太美了，晕掉，看晕掉。好不好？哦，漂亮的感觉，你觉得好舒服的感觉。都了，来，好来，好，啊，对，转圈，慢慢转，好，很好啊，也转了哈。他转的时候你就过来，你就跑，就慢慢就走过来，啊，来。哎，你说。哎蹲啊，哎蹲，刷是不当完了你不得干，哎蹲刷是完了不当你不干，对不对？哦，玉米很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来，好，他要讲话的时候你要慢慢起来，好，来，看他不要看我老师，啊来，老师更好吃，快点，好。快点，哎蹲，出前
亚沙马来的米棍。钱老师好像是在大声点。但是你看起来那么好吃的，isu ya sabar来啊，isu ya sabar来，大声音啊，来，好，你们来啊，好，重点，good。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哎，对，好，要大声一点。啊，那再从。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啊，你刚刚比什么动作？前面呢？不是。对啊，你要让人家知道对，你很客气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最好吃，对不对？它才是主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或者你要这样讲，修牙沙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说，哎，顿，刷手跟打完了，你就蛋，懂不懂？哦，那个话跟这个动作大概节奏要一样，对，好，来。你看，到底下之后要跟着，刷是不是那么的，那个有点像僵尸，好，你刷是不是那么的？膝盖稍微弯一下，这样，膝盖稍微弯一下，跟着这样多一下，来 ，OK。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你的，好，他们快讲完这边就来了，好，好，来，你讲，好，来你讲，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喂，姐姐，不是这边吗？喂，好。你要看他们，不要看他们，好不好？他讲的快要讲完之后再过来，啊，来。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不要看他，不要看老师，啊，来，从你讲。收了。伊苏亚沙马来的米棍，伊达达呀。那亚沙马来的米棍。啊，你说那个，你走过来的时候要稍微要讲一下话啊，喂，哦，你说喂就好了啊，这样，因为你这样走过来都没讲话，很像感觉很快，哦，他们两个在互相捧着嘞，你说把它推到前面一点啊，要不然太远那个，哦，啊。你就讲你的，喂，把他们推过来，就讲你的。跟那亚沙马来水土弄。哎，你要很自信的，跟那亚沙马来，啊，跟那亚沙马来的。跟那亚沙马来水土弄。哎，他在讲话的时候要看他，不要看地上，这个你看觉得他不是好，那么好看，对不对？你要看他，跟人讲话要看他，来，啊。跟那亚沙马来水土弄。哎，对，很好。哦，亚萨，好，你看，好，对，最后，懂不懂？好，慢慢走过去，好，不要这样走，不要这样走。哎呀，你可这样，对，过来哈，你们就慢慢走过来哈，就好像就在讲话一样，继续在做动作，讲话的动作，聊天的动作哈，来，好，来，从这边到最后，来，从这边。走啦。好，来。跟那亚沙马来水土弄。好，好，不要比的，好，他们走吗？他们这个谁会不是要来说？哎，你们在吵什么啊？吵个什么跟什么在吵？好，来那个，好，就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过来，好。嗨，我们刷小红皮啦，不要吵。啊，你就摇头对，那你们就不理他，就找你们。不理啊，那我要出来。哎，怎么没有人？哎，你就看他。当然那边就弄啊你。对。接着是谁？就没有了，就结束了。结束。这段就结束，那你们就退场，好。OK，知道吗？再见。好。第二幕。好，第
第二步来了，快点换那个动物了。来，拿肉先来。动物篇。聪不聪明？哦，好了，对不对？拿肉对不对？哦，取出来的时候。这样是吧？哦，滚啊那个鸭肉，哎，啊加进去，滚啊鸭肉，滚啊，然后呢？你有病？还有病呢？我觉得他们还有另外一个。哦。查这个。出来对不对？你是属于有。你出来就哇，雄壮威武对。滚啊！然后呢？拿肉，懂不懂？哎，滚啊！然后呢？拿肉，好，懂不懂？好。你出来就雄壮威武，对不对？哦，到这里，看一下。那个要怎么好了？那个黑熊，黑熊，对，你可以，他们比较有熊比较多。啊，对，熊怎么叫？我们都没看过。我们好像没听过。对呀，外国比较有黑熊。好了，就变了。迷你熊。无尾熊。对啊，它那个很可爱的。对不对？你先讲。哦，再示威一下，对不对？啊滚啊！你先金刚。然后呢？拿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那里，他夸张7分也大声1分而已，所以他必须要夸张一点。好，志勤，拿肉，问，来，对。不然你那个脚步声碰一点，大一点呢，动，对吧？对呀。哎，那有 V 字形的台湾黑熊，前面我给你弄 V 的。对，到前面。哎。对吧？哦，这样熊啊，只要这样，对啦。好，伸熊爪。滚啊，滚啊，拿肉，这样啊，来，这个收起来，好，啊，滚啊，然后呢，拿肉，这样，来，滚啊，然后呢？拿肉，哎，好，好，那你就跑过来，他在讲的时候，哦，你是3枪嘛，对不对？3枪，志勤你多高？你跑到其他前面再跑，哦，他跑到这里就，老师，现在学校教不会他们跑跳步，没办法。这样哦，他会，他棒球队的，开玩笑。他只会跑步，不是跑跳步。来，预备，起！这个快点，陈伟英的徒弟。快点，预备，起！把拖鞋拿起来。我认识陈伟英吗？他认识你就好了啦，他认识你。来，出来。要。哎，过来。要听到哒哒声就对，滴答滴答滴答，哎，对，好，连续跳就对了。对。赶快去跳。很像骑马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快点。跳到他这里，过来。绕他一圈。再过来，他就给你扒一下。哎，对。没有轻轻扒而已，轻扒，不是你扒他，他扒你。敢扒他？你扒黑熊哦。对。对，去。过来。好，小跑步，对，预备，去，对，可以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就去挑衅他，然后他扒你这样子，好吗？没有的，他不会真的打你。到这里就是你过来，对不对？快点，注意，好，再过来，好，看他。对，就是那样看啊，没错。哎，没错。哎，熊这样，
有没有？这样，动作大，但到这里就小一点。这样，好，来。这请哥哥不会真的。啊，好，你就转过来，啊，然后那个巴拉罗嘎索，巴拉罗嘎索。哦，那换你讲了。拿入是吧？拿入罗嘎苏西。对，很好。哦，那你就再动它，对不对？你要逗它，好，逗它你就不理它，就到旁边，啊，很好。好，来，你就跟着他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换谁了？到了那个飞鼠，亚碧是谁？哎，你们就还在旁边，不要跑。就到这里，好 ，OK， 来，碎步，哦，来碎步。妹妹手伸出去都是直的。脱掉，脱掉。好，那来，你可以手不用。飞，快。对，那个翅膀高一点，对，好，来飞，飞小一点，不要这样可以，好，就小一点，脚步小一点，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很自由的飞翔，到这边呢，它就出来，懂吗？跟着，好来飞，这个不要动。就这样好了，来，这样，哦，对，好，来飞，再飞过来，好，好，看到那个谁，赶路，哦，好，你就看到他就是讲话，哦，赶路，换你讲台词了，快点。赶路，南亚苏拉。你呐，啊。看他不是啊，你的手还是这样哦，对不对？我赶路，拿两手拉就好了。啊 ，OK， 来。我赶路，拿两手拉。一只手就好了。啊，来。拿两手拉，来。我赶路，拿两手拉。这样，吃饭是这样吃。对，好来，再来。我赶路，拿两手拉。你呐，三姑讲一个嘛。好，你呐，啊，来。你呐。继续啊。五沙姑讲一个嘛。五沙姑讲一个嘛。那你就去找你的格曼，你呢飞到旁边来，飞到旁边来这里，好 ，OK， 好，快点了。你们在旁边的，你们自己要做戏啊，你为什么每次都问题很多？哦，来，在这边，那你们就在旁边要做戏，还不是没事，懂不懂？好，那你就跟他对戏就好了，哦，好不好？不是在那边来，好，来，好，不弄了，啊，不亮，啊，好的。你有喝这个？我有，你刚刚买的。我就买那个豆浆店。活路来，你先出来啊。好，没关系。你不能喝牛奶哟。可以啊。你喝牛奶吗？老师让他自己发挥可爱的样子啊，不然他不自在。啊，来，做动作。来，活跳虾啊，跳的虾不是吗？快点来，啊，从这边。从这边来。没有想到。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好，你没想到就照老师讲。好。哎，真的很打厌哦，哎。那个。哦，你就。他现在是两个都在一起耶，说最新配，最新配放在一起。啊，你要跳就可以啊。对，一个活跳虾嘛，是吧？跳的啊，来，好，过来。好，会吗？谢谢。跳。
好，先右走。好好，来，走到前面。哎，走到前面哈。那因为你要去找那个虾鱼嘛，对不对？溪，哦，你去看，去找，也在找东西的感觉，懂不懂？好，这样。哦，找那个溪来啊。他在找的时候你就出来，好，来找溪，好，好，那个，哎，不要背后不要那个，观众在那里，啊，就跑过来，就算你走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呢，你就跑在这，再过来就好了，哦，除非那个位置你站不对，就自己再调位置就好。好，来，上来，等一下，先到那个，好，你先出来，好，你要出来之后，你要找那个溪，要找溪流，找溪流的感觉，来，好来，从走出来就看溪流，好，哦，找，哎，好，好。我们还你苏那拉呢？我们还你苏那拉呢？他都老师的。没有，我旁边他瞎说。来，我们还你苏那了，没关系，好，来，好，我们还你苏那了，好，来，好，Musa sami kangi silung. Musa sami来。Musa sami kangi silung哈。好，来你讲。Musa sami kangi 什么？去找，我要去找哈，我记一下。哎。你没有了？没有。哦，那就要上啊。要上啊。要上啊。好，没有。好，那就过来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不要听到都在中间，就过来，对不对？打样打样的，就过来这个问题。你要看他们讲话啊。来，好来。你要跟他们看他们讲话啊。Excuse me, Suna 哪来 ？Excuse me, Suna 啦。你说，你也跟着，反正你也快断气了，大家要断气那你跟着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一直站在那边。好，来讲你的。Excuse me, Suna 啦。喂，看他，你一直看他干嘛？好，来。对，开始啊。Excuse me, Suna 啦。亚莎了，你讲，喂，就说亚莎了，喂，我俩看我，他讲完了亚莎，你也跟着一样好了，好吧，反正你也没事干，好不好？亚莎了，OK， 亚莎了就下来，好不好？就走到旁边去，那换谁？换你了，哎，猴子。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对这个，对，好，对，对，很好，再做大一点，动作再大一点，快点。要看那边，我可以到。对，开始。学校可以弄到7点，把决赛。不是你走的时候，再全部东看看西看看，来，一开始。看，来。快点。好，那个要怎么做？那个脸要怎么做？教他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，昨天你不是在教我？顶上去啊。好。等下，舌头往这里上去，上牙龈。好，来。
好，来开始做动作，来，手顶上去。好，好，开始做动作了。好，对，那个也可以。好，好来。你最帅呢，你们两个来。看看，好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前面。看前面，不要看老师。他已经把你录进去了，来，好看。啊，这看。来看你们。你有马给哥来加油了。哦，你们可以起来了，厉害耶！你就变人。喂，回去。还是一样。要很厉害的回去啦。懂了？翻跟斗或什么？会不会？对，哎，他会翻跟斗，你就翻。会啊。会。翻跟斗一次。快点。翻跟斗一次啊。快点啦！你这样走。不是体操队那种翻呐。一样。没关系。对，厉害哦。是吧？快点。走回来这也是一样。漂亮嘛，对对。好，来，重来。来。别挡住。对，去。这边没有人挡住你了。开始。快点，Go。看那边，不要看老师。来看我，对，哎，看亚大，啊，很好。看我，哎，对。好，再抓痒回去，哎，对，哎，先抓痒回去。你有一点那个比嘎的那个。没有关系。还有点白嘎了。白嘎的那个猴子，好，很好，好，那个动作大一点就好了，好，换谁了？好，那个时候呢，你们都在台上来，全部都在台上，好，全部都在台上，好，空，那这就地震了，这个。哎，天崩地裂了。快点，你们很怕的样子，快点找地方走。这边怎么还有没有动也是要害怕的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放这边就有大石头了。好，这边就有大石头了。好，大石头的时候呢，你就换你。帮我啊，扫的啦，然后呢，我就出去了。是你吗？不是你啊。这份你不是叫我？不是。换人了呀。不是这里啊。不是这里。这个后面的。对，这个是他的，来。好，那你们就大石头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大石头已经定好位的时候啊，那你们呢就聚集在一起。好。来聚集。要讲话。老师。会。你不是说这有加这一句吗？一样，这是他的。你的是在后面，那个一样的。我有，你没有。你几公分？我有了，那个是在你是在后面。现在不就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就。我的意思是说这边呢，在这边。这是他的。啊，呀，那个。这个是后面的，是你。因为你刚不是叫我。对。好。有超过7吗？取消。超过7吗？好，来。好，你们聚集在一起了啊！来，注意。好，不要讲话了，注意。啊，聚集在一起啊，就一直指这个大石头要怎么办？有的这样怎么办这样？好，来一起做，我也不要讲话了，快点，预备开始。不，啊，你们现在还在商量事情的感觉，啊，来，来，大家讲怎么办呢？哎，老师，我就那个讲完旁白让他们接好。就好，那你们就议论纷纷哦，我就从那个旁白那边哈。好。然后个爸爸呢是那这个马吉呀爸爸来的土怒，就是鲁外沙瓦亚是那嘎萨。对，很好。是努鲁个巴和捏了个。过婚那哈巴来如美貌们了病，哎，很害怕哎，们了病。米大杜努卡萨，哎。你就要出来了啊！那时候你就出来哦。米大杜努卡萨就看着那个石头的意思，懂吗？有没有？看石头的，来，过婚。你们就全部要看那个石头，那他就过来。
听一下这句哈，很害怕的，然后就看着那个kohun naha balai ru mai mau meleving mita tunu kasa。米大就在看的时候。米大就是看了。好，来，好来。kohun naha balai ru mai mau meleving mita tunu kasa。来，这个。爽文啦，爽文的啦，哈，来，要跟着他们看他们讲，啊，来，但是你不要那个过来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完了再看那个石头，啊，那你们注意要指啊，啊要指，啊，好，老爸，爽文的啦，爽文的啦 ，OK， 好，第一句看他们，第二句再看观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注意。好，来，好，开始。没，第一句哈，又过来。爽文的啦，爽文的啦 ，OK， 好，来。让他们有个视觉焦点。来。不要太快，那个慢慢讲了。爽文的啦，再转过来，哦，再转过来，转完了再讲。爽文的啦，看大家讲。懂不懂？哦，好，来，好，注意，来看。看着我，这样，看着台下观众。好，这个不要拿，来，爽文的啦，爽文的啦就好了，好，有点不知所措的，好，来，开始。哎，眼神看着。转过来，慢慢转过来就讲爽文的啦，懂吗？太紧张，好，来，爽文的啦，好。